葉子小屋。有一天，小興在花園裏玩耍，突然啪一滴小雨點打在他的臉頰上，哎呀，很涼啊！接着雨點打到鼻頭、手上和腳上，不過不要緊，因為小興有個可以避雨的房子。你看葉子造成的屋頂，不錯吧？可是，一隻螳螂比小興早一步躲進房子裏，真討厭！你不要過來，你把臉轉過去。螳螂把臉轉過去。這時候，突然一隻白蝴蝶翩翩地飛進小興的房子裏，進來，這裏就安全了，不會被雨淋到。窸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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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隻小金龜只從葉子後面轉了過來。你在幹什麼啊？嚇我一跳！小金龜子，你也進房子來了。才說着一隻小甲蟲嗡嗡嗡地飛過來，停在小興的頭上。大家好像一家人呢。啊，小螞蟻，你也進來休息一下，麵包會淋濕的。啊，天氣變晴朗了，你們看，雨停了。我要回我真正的家了，大家也回去吧，媽媽在等着呢。